来看嘉义县市，虽然今仔日无落啥物雨，不过风却是真透。这沿海地区就人家厝失电，甚至是这铁厝呢，被风扇倒，加在是无造成严重的事故。道路有封锁线，车辆暂时袂当通过。怪厂赶紧清除，被风吹倒铁厝，空落风台内。嘉义县市日是无落啥物雨，但是风真透。有一个较轻或者是较旧的物件，就去被风吹倒去，加在无造成严重的事故。这较做较老少啊吼，这个车牌啊，大叫风掀过，掀过的时阵赶紧联络叫怪手进来做清理的工作，无你路会袂变袂咧过，造成危险安尼。除了嘉义市有风吹倒物件的代志，嘉义县的一地乡嘛有准备要做石的砖头，徛的灯果登去，白楼嘛去互风吹甲起去，也发生意外，庙方嘛赶紧请人来处理。拄着风台来，所以这电果加减有受伤害。现在村民当去咧迄个大力抢救当中啦吼。你若讲吼，较输伫个迄个普渡一角吼，那像安尼吼，搁较严重啊！这是，花钱事小啊，人没事就好了。空落风台的风势愈来愈大，嘉义县沿海布袋甲东石停电的住户，嘛有7000外户，增加到17000外户。台电表示，已经有派真侪人来抢修，但是风上头增加时间的困难甲危险，会趁风较细的时阵，赶紧来修理，减少对民众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